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营养书刊福气来源。今日大家对食品的安全越来越重视，就算是加工食品也同样哦。除了有好的原料之外呢，大家也是希望讲加的东西啊，是越少越好。喺高雄就有一间手工果酱的店诶，佢个调羹娘啊，佢都坚持讲，佢用好的原料加上糖啊，也得都好嘅，其他加工品佢都唔会加哦。除了安尼，听讲啊，佢个果酱啊，食起来还会本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到底係樣板一回事呢？啊，佢個調羹娘同佢個果醬有樣板的故事，我哋行起夾嘅有相機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高雄嘅劉彥文阿文。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劉彥文啊，也蠻啲咧內門在販售手工果醬。哇，歡迎阿文嚟到節目地位，頭頭同阿文安尼分享，係你們睇幾片嘅人嘛？因為唔睇你們賣嘅果醬啊。哦，那係閩南人，係啲嘅爸爸媽媽係閩南人。哦，你有冇走啲幾片去賣果醬咯？加可以嘅。原來係加可以嘅，哦。這個本身啊，你嘅工作。以前都學入到食品的加工嘛，不過單位來賣果醬，係咪？大學畢業之後就對餐飲有興趣，所以又到咖啡廳一上班，然後就想說，哎呦，好像開一間咖啡廳就是夢想中的行業，就是平常沒人的時候就是喝咖啡，有人的時候就是招待就好，就是做咖啡就好，所以就想說，好，我們來學習一下技能，可是沒有想到就是。結了婚之後生到一個就是有罕病的小朋友，結果人生的志向從此大轉彎。係啊，你哦，嗰個原本喺香港，自家本身咩學業咧，係因為對做事咧有興趣，當然去學個人嚟睇工作嘛，去咖啡店先練習一下，香港可以嚟開間咖啡店嘅，冇想到結婚之後有嘅生意咧之後，都全部冇共用嘅。因為頭頭安尼阿文自家分享講，中生人係有講到一個有罕見疾病咧，乜嘅原因，乜嘅故事啊？哦，他是威廉士的孩子，威廉士症，然後他就是基因上面有一些缺陷，所以他出生之後，他的心臟跟腎臟都有一些就是比較重大的疾病啊。可是每一個威廉的孩子的狀況都不一樣。然後我們家的姐姐，她就是有肺動脈狹窄，然後腎臟方面也有一些問題。哦。身體咁肉都粗嘅，對，就是很會瘦小。出生的時候2040個細仔，然後我媽媽看到說沒有弄安細年就是很怕會養不活的。哦，對，嗰時候人哋初期嘅時節都夠用心啊，都貼起去照顧嘛，吼。那個時候會發現他是威廉士症，是就覺得說小朋友怎麼喝奶喝到一半臉色較搶。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發青啊？那個時候新手媽媽第一胎都會很緊張，然後就趕快帶去醫院，然後才發現說他就是肺動脈狹窄，所以他就是可是因為太小，所以醫生就是建議說，趕快把他養胖一點點，讓他體重足夠才可以做那個氣球擴張術。哦，你先生同人建議講，可以學個營養一些，不過是個營養啊，一些不過有體力嘛，吼。從一個部分同後來會做一個果醬有乜嘅關係嗎？那個時候就是在吃副食品的時候，醫生就說，我們可以讓他多吃一點點優格，讓他的腸內好菌比較多，比較好吸收。然後我們想說，做優格小朋友單純吃一定沒辦法吃，然後我們想說。會到白米啊，老人家都會送鳳梨啊，送反酸果類。我們想說，那不然我們就做成果醬好了，撈跟優格撈在胸下撈來，然後就給他吃，這樣子看他會不會胃口比較好，就是比較願意吃這樣。還記得講，天白，因為冇學過嘛，還記得你天白係用嚟去做一個果醬的冇？天白做的口味就是百香果鳳梨，那個時候就想說，零沙都會送鳳梨過來，然後還有百香果過來，然後我們就想說，兩個口味就是直接吃味道很好，那做果醬味道一定也不錯，所以我們就想說，好，那我們就第一款口味就是百香果鳳梨口味果醬。嗰種天白做啊，因為冇學過嗰種會去看嘅時候，人哋講食譜啦，又係講看人家，係強教人家用慢做嘛。那個時候就是很天真，就會覺得說啊。
果酱有什么难？就切一切，煮一煮，熬成一锅就是果酱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天真，就是凤梨切一切，直接嘎桶落啊嘞，然后就直接开火煮果酱这样子。啊，真是都像讲的按简单吗？啊，没有磨哦，煮出来一锅黑黑的，然后很像巧克力颜色的口味的果酱，谁你的宽都没有买个东西。有去爸讲，妈，我们根本是有唔做偷客的咯。啊没有，他说妈妈要给买个东西啊，巧克力吗？巧克力吗？好吃的巧克力吗？我就说唔系，要给百香果凤梨，然后看一下，看来就讲农药也给口味哦。影响伫杯百香果啦，也係講人哋鳳梨唔係一種食神的嘛，全部無所謂。對。最明呢？最明有事嗎？請他就說，媽媽第一拜粥，你就幫我賞臉，就是給他吃一口看看。然後他就說好，然後就用在優格裡面，然後就給他吃一口，喵，那安酸啊。安酸，因為百香果本身係酸嘅，又加上係鳳梨，嘛酸嘅。然後奶奶就想講，細年冇是安甜，糖冇加過多，所以酸加酸啊，酸上加酸。哇，安尼小朋友真給面子，然後不跟你說，給吃過那些還還送了一盒。其他人有不給吃嗎？盧卡你？對啊，那我先生也有吃啊，我就說，老婆的那個愛心果醬，是看他是。尝尝看味道，然後看到也是龜槍打乜搞啊！底下你講啊？係啊，龜槍打乜搞啊？那五手手豆，一塊一塊，然後勉為其難喝，吃了一口就說啊，我有個冇本細年嘅時候誒，冇。是還有問題哦。啊，你這個本身這個對體擺安尼做嘅果醬吼，你這個心情很用誒，就會就是很挫折啊，就想說，為什麼不是像外面的食譜書上面，或者是外面的網絡上面或者是市場上販售的果醬那種暗漿SS，為什麼我煮出來是一鍋又黑，然後味道又重的巧克力口味的果醬？啊，你最近有發現到很用版的原因，本這個果醬同老闆人家做出來，看那些暗漿的這種果醬冇用的地方在哪裡？就是想說啊，可能原因有幾個，一個的話可能就是沒有加足夠的糖，然後沒有給它足夠的時間，讓水果本身的水分整個就是糖漬泌出來。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可能煮的那個鍋子的材質也有差，因為那個時候就會想說啊，盧卡有我就直接拿出來就直接使用了，可是不知道說其實鍋子的材質對果醬本身它熬煮出來的顏色的色澤也有很大的差異跟影響。第一擺失敗啊，雖然講感覺最挫折嘛，第一擺都成功了吧？我大概也只是試了4-5次才成功。第二次的話就是想說，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讓它密，可是密的時間就是一下子火又開太大，所以就是可能水分又蒸發太快，又變成比較淡一點點的咖啡色。後來就會想說，後來就覺得說，好，要不然就是維持先中火，然後就煮滾之後，然後再維持中火，然後它的溫度就是呈現一致。啊，那個時候就會很怕說一下子煮到太過頭，那時候還有買溫度計下去測量。前面的幾擺吼都很清緊總冇講，第二擺有第一擺失敗經驗呢，第二擺都好誒，唔係安尼。啊，嗰種安尼吃吼，小朋友同反映講，媽媽，人哋行喺唔好食果醬嘅經驗。冇，第二擺、第三擺那都冇陪細年嘅食，先陪老公食。結果喺老公同反映講，老婆，人哋都唔。等一下冇做了，好不好？等到第4次、第5次顏色比較漂亮的時候，小朋友看到才願意吃。那個時候才會覺得說，哇，真的就是台灣的水果真的太棒，做出來的果醬的品質真的味道又好，然後那個風味又佳，這樣。啊，你果醬啊，頭都有講可能原料一定會好的嘛。啊，唔過人哋而家講嗰度嘅水果其實佢。品質幾好哦，內容幾好，唔過哦，老闆上啊，可能講冇暗漿，你能否先講用亞種的水果來做嗎？像奶奶都會跟一些農友合作，他們就是
第一个就是特级果，就是龟奖、龟脑、优太亮的水果，他们一定会先销售出去。可是他们就是会筛选过后，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比如说个头比较小，龟些某块都卖耶。另外一个就是表皮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比如说擦伤、露痘，那个就没办法去做栽培去贩售。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收购回来，虽然外表有一点点瑕疵，可是它里面的本质是好的，味道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拿来制作成果酱，让美味的水果的生命延续下去。原则上，本上做一堆嘅果酱之后，就成就感就出来嘛。啊，这个品质也感觉讲，唔会差，大家分享的口碑也一定会好嘅。啊，欣赏都用支持讲，其实大家可以吃看下先，系咪？他就是很感谢先生，他就是愿意支持我，不然秃3年秃到没天没夜都没办法睡觉。就是一定要找一些另外的事情去转换自己的心情。他又很怕我产后忧郁症，很怕我就直接带着小孩就走出去，走出去。然后他就说：“好，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喜欢做的话，那你就把你的果酱分享给更多，就是比如说其他的孩子一起吃。”对。因为伫尾也个果酱原来上吼，除了就自家嘅爱心之外，也希望讲也将一个充满妈妈爱心的果酱可以分享出去，让大家也可以吃得到。因为原来这个用的材料又按好，又按用心来做出来，无弄起来也可以分更多人来吃嘛吼。听下阿文的分享，观众朋友，来提讲啊，前面阿文夹嘅果酱，做嘛嘅有人讲我有温暖的感觉嘅，原来啊，伫尾都係妈妈嘅愛心啦。不過阿文佢做嘅按道嘅果醬，伫尾又有哪條嘅品相，又有哪條無用嘅故事呢？讓你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紹介哦。前面聽嘅阿文分享按本人感動嘅故事，就會為到這個喺新年呢，佢開始嚟做果醬嘅哦。不過做嘅果醬啱好是開始嚟賣嘅，又到底賣哪條嘅口味呢？繼續嚟請教阿文吧。阿文，今年啊看到哇，帶來按道按醬嘅果醬啊，也條貼配嘅產品，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講，今家做有哪條嘅果醬好冇？我今天帶來幾款果醬，其中有一款果醬，主持人是昆老師，猜猜看是哪個口味？有貼配的果醬哦，就一個嘛吼。是昆老師。大家可以看一下哦，這個色色，看看來清楚眼睛呢，感咩啦吼？我看到一個，聞聞看，有一個特別的香味。一個清爽的味絲，不過聽唔出來的，是昆老師好誒。口感的話會有一點點，就是越嚼越香的感覺，很清爽的口味。真是，亞中剛剛真是怪獸市場是唔好。對，像小時候吃過的味道，可是又不知道說它到底是什麼味道。就像吉的啦，就像吉的，不過吉應該唔係吉的吧？它唔係吉的，它是錦州。錦州啦，你像萬世時節食到嘅糖嘅有冇？對，一粒龜甜嘅錦州，嗰種嘅糖嘅。過年的時候都會吃的那種蜜金棗。真是的一個真是用錦州去做出來的哦。除了金棗之外，我們還有加納馬夏高雄納馬夏梅子跟我們自己做的梅醋。然後這一款口味的話，就是也有參加就是今年的果醬比賽，又得到不錯的成績。哇，有得獎的呢！阿文，聽說按你是一個果醬啊，唔講佢嗰啲配係講佢還有下期嘅時間，食到嘅真是幾強烈嘅講人哋錦州嘅味絲，梅嘅味絲。貴淡呢，那梅的比例應該冇按多吼。對，沒有那麼多，因為這一款果醬我們想要凸顯錦州的米絲，所以梅子的話就是變成就是配角，就是增添它的味道跟層次感，所以不能夠太強烈，因為太強烈的話，就是它會沒辦法凸顯錦州的米絲。對。更加是孩子的話，有一種怪爽快的感覺，這種。
蛤蟆鬼有冇？佢人哋食咧做嘅金做叫做嘅甘米啊，同嘅精油嗰種失敗人哋講嘅辣辣感那種。啊，佢唔係鬼刺激，佢本人嘅蛤蟆鬼有冇？有一種很清涼嘅感覺，就像人哋食嗰種荷塘嘅感覺。對啊，而且它這一款口味，就是那時候設定的時候是想要跟以往就是我們平常會吃的金州薑，味道比較強烈，比如說苗栗啊，或者是北部客家那邊的那個金薑，味道那麼的強烈。我們希望讓這一款果醬是給客人是比較舒服，然後比較不會那麼帶有那麼刺激感的口味，這樣。有嘅係幾隻限制的嗎？你講有貼喺啲幾隻單位有賣嗎？這個的話，因為是卡到今早的產期，所以就是要到12月過後，或者是就是大概1、2月的時候，金州出來，我們才可以製作。其實會冬天咧，好甜嘅時節爭有。有嘅真是幾貼嘅幾好食呢！想講新年也應該有個稱號，唔單止太年長，新年也有個，因為其實可能會甜，但唔係講人哋食得有個很膩口嘅嗰種嘅甜味。還有哪條一個特別的果醬可以來紹介嗎？還有一款比較特別的是那個香橙，就是夕陽協奏曲，它是香橙木瓜果醬。等一下，有湯唔錯冇？咁咩？柳橙人講香橙，加上木瓜。木瓜，天白糖豆木瓜還可以做果醬呢。木瓜那個時候是去就是在出攤的時候有認識一些農友好朋友，後來就有吃到這一家就是美濃幼生農場的木瓜，我就覺得那時候吃的時候就覺得說妙，然後吃的木瓜呢，口肉很 Q 彈，然後不會軟爛。我們想說，我們來做果醬一定也是很好吃，可是市面上很少人在用木瓜去做果醬。那時候就是激起我的那個好勝心，我想說，既然沒有人來做，那我們來做做看。其實這一款果醬也是經過好多次的比例下去做調整，現在還是一樣不斷的調整。可是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它木瓜生吃之後的口感跟熬煮出來的口感，密西有某雄痛。對，它熬煮過後，它吃起來的口感是會比較滑順的，有點像酪梨的口感。安尼哦，人講嗰個酪梨嘅口感啊，其實佢食下係有失敗種，佢過熟嘅話有失敗種，人講嘅cheese嗰種嘅香料。有個木瓜，其實嗰種熬煮過後有一種安尼哦，就有一點點像奶油的那種口感，然後再加上就是我們有添加鳳梨的酸甜或者是香橙的香氣。所以它這一款果醬的香氣跟層次都很有變化，然後這一款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歡的一款果醬。真的幾特別呢，等下有機會發去嚟送過啦先。咁咩加上木瓜，天白糖果，還有呢？除了還有一款的話，我們就是夏天的時候，我們都會跟梨山的一家經營果農園去做合作，就是像剛剛跟主持你談到的，我們會把一些就是外表比較有瑕疵的果，他們直接農園直接產地直送寄來我們家，然後我們就就是把握住它最新鮮最美味的時候，把它製作成果醬，然後一方面就是幫助他們銷售一些就是滯銷品，然後一方面的話也把這個水果的生命保留出去，然後讓更多人吃到高山水蜜桃的美味。水蜜桃有個水果啊，加上乜嘢啊？水蜜桃還有加上屏東的玫瑰花，新鮮的玫瑰花叫玫瑰蜜桃果醬。玫瑰花呢？有個蜜桃應該種很浪漫嗰種嘅感覺吧？嗰種你說送過之後，就說有一種戀愛的感覺，酸酸甜甜又帶有玫瑰花的香氣。是放了個順下會有粉紅色，有花瓣，水粉色的泡泡安尼出來嘅感覺。哇！安尼最受到歡迎，大家有個果醬頭都講嘅有個玫瑰花嘅果醬吼，佢應該受到幾多什麼嘅歡迎吧？另外一個就是受到很多男生們喜歡的話，就是紅酒桑葚。紅酒來做桑葚，對，因為桑葚它本身果膠不夠，所以我們就有加蔓越莓補充它的果膠，所以你這一款果醬你可以吃到桑葚的軟嫩，然後蔓越莓的酸，另外一個很棒的是可以吃到紅酒的香氣。
哇，我谈到鸦片癌，荷兰是经典真啦。像讲经常来那个吐司啦、胖吼了，去吃看那些米种拢跟本地来吃看那些。人家做到安尼，自家有算过做了一道种的果酱吗？也蛮。如果是一年的话，1年12个月的话，固定推出的话，大概是差不多20几种到30种，它就是依照季节变化下去做。制作的话，可能就有上百种。哇，按多哦！阿文，你谈好了呀？其实你头都有讲嘛吼，按照那个季节来分，米咧有某种的时节的水果来做。唔会特别讲，春天有一个主打的主题果酱啊，热天的时节会有某种的主题，会安尼吗？我们就是会就是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是梅子的季节跟桑葚的季节，我们就会以这2个做主打，然后再去做推销，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气气候的影响，就大家会特别想吃酸度比较酸或者是比较香气比较够的，我们就顺势推出。等到夏天之后，芒果、凤梨都纷纷出来，那我们就会主推这2种。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低廉，我们就可以用更平时的价格去提供给消费者。按贴迄个用心做出来的果酱啦，自家有对个年下嘅反应去研究过嘛？种新年嘅技能够好嘅那一种嘅果酱啊？新年最好就是草莓跟红心芭乐。哪派嘅係用版的米头啊？哪派的就是像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土芭乐，籽很多，然后肉一起血嘞，可是它的香气很浓郁。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好亚种哎哦，他们就会觉得很香甜，它会带有一点点花香味。我有碰过 Sunny 就说，昆东奶就说阿姨，哪来lap牌嘞？冇lap牌嘞有草莓。他只要吃我这两种口味这样子。只听哦。对，只吃听哦。如果没有草莓，夏天了他就说哪来是lap牌嘞。除了新年的之外，像老人家啦也喺讲什么？可能会有某种嘅果酱客群嘛？有，可是大部分的话，我们主要的客群就是亲子，就是妈妈或者妈妈就是要给小朋友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年轻的就是小女生，年轻的谁摸也就是规好，比如说草莓啦、莓果啦，或者是柑橘类的水果制成的果酱。你们最初都分享的果酱应该会穿草莓，太年生子拢爱。对，太年生子也蛮你要甜食。看到来，妹妹啊，有草莓果酱啊？我说没有哦，大哥没有，这个是要到冬天才有，因为我们都是尽量是以当季的水果下去做。对。你有年会对于那种草莓啦，而且那种新鲜的水果做的果酱会有疑问，也係講會有嘅抗拒的嘛？也有一些客人就是会怕草莓，看到一粒，就是密集恐惧症，有没有？他就講我不吃草莓果酱，可是他们果肉嘅見人唔買，我說反正奶奶都有果肉奶奶沒有果肉的哇，真是每一年的客户面都冇用啊！有一年貼喺講，人哋我看到果肉嘅，我新鮮嘅用水果做，有年講因為講講也做嘅，你其他真是會吃這種人哋看唔到果肉嘅像蜜桃嘅嗰種嘅。我就會推薦他，因為我們除了果醬之外，我們也有使用，就是我們也有做伯爵奶茶醬跟抹茶抹醬。这个就完全就是用牛奶跟茶下去做，就是有点像生牛奶糖的那种质地。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推荐他，就说如果你不敢吃果酱的话，我们有奶酱、抹酱可以让你试试看。哇，安尼阿文能够用心的，除了果酱也个客群之外，唔敢吃水果嘅银行今年也有抹酱可以选择常来购买的客人啊，我会就是比较熟的客人，我会。就是他购买之后，我会顺手就是放几罐，或者是当推出的新口味，让他回忆试看他是，他一般落的时间呢，奶奶会询问他，看他是要买这种新的口味，他可不可以接受？因为他一直都在吃我的果酱，他大概知道就是我们的就是水准到哪里，然后他也是平常都会吃。他更能够吃得出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差异性。哇，观众朋友，
阿文的果酱真是一点的精彩呢，从头到嘅工作啊，真是帮我印象改深哦。啊，不过佢除了果酱之外，还有其他神奇的东西哦。休息下，继续来同大家说嘅。阿文除了做的好吃的果酱，更加还看到一个怪特别的东西，像迄个香膏机啊，都係迄乜嘅东西。阿文，條到我講安尼小嘅按到迄個看得出來係果醬，啊，不過前面有個係乜嘅啊？那个烤燕麦，麦片，麦片哦，嘿，麦片。哦，啊，麦片點解做還有冇用口面哦？記得麥片唔係講一般的燕麥那樣的原味安呢。我們除了做原味之外，我們還有添加台灣當地的茶粉製作的茶口味的燕麥，還有另外一款比較特別的是使用芝麻下去做的芝麻烤燕麥。咁麼呢？知道單位也特別準備一個特別口面的那個試看下先係乜嘅特別的味道好嘅。阿文，安尼也嘅啊，我看得出來係麥片，啊唔過糊的東西嘛嘅。嘿，也個有糊的哩。那個是有加那個芝麻下去，台灣的本土芝麻下去烘烤的芝麻烤燕麥。除了芝麻之外，我們還有添加椰子，椰子脆片，還有哈密瓜果乾。係哦，哈密瓜，人哋講嘅攏嗰度甜奶咯，我看唔出來哩。橘色的是哈密瓜，紅色的是紅心芭樂。哦，安尼個請看得出來有個泡泡嘅啦。椰子脆片。也冇試過有個人哋試過那先加上椰係乜嘅味道？貴香誒！它會有不同的層次跟口感，對，不單純只有麥片，你也可以吃到，就是比如說椰子脆片的薄脆，或者是紅心芭樂的香氣，還有哈密瓜果乾的奶香味。哦，真是貴好吃呢！而且你們有加幾多糖嗎？冇加無糖，加黑糖而已，一點點的黑糖。你人都想講，雙紅類有個甜味冇鬼重啊，不過食得出來有淡淡的嗰種蔗糖的甜味。真是鬼好吃呢！除了有個椰還看到其他有堅果，有個強強的，那個南瓜子。南瓜子，然後另外我們也有加那個爆米香。對，米香。真是鬼好吃的，做個做店啊，也係做店是鬼好也真健康呢。安尼也可以搭配你的果醬嗎？可以啊，你可以就是加在牛奶裡面，或者是加在優格裡頭。一開始會做這個產品是因為我吃果醬都是搭優格吃，後來就是看到就是就是百貨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商場都會有進那個麥片，然後就想說來吃吃看，沒想到口感還不錯，我想說這個應該也可以自己試着來做做看，所以我們就是開始慢慢的研發出另外一條就是不同的產品支線。真是鬼好吃！我偷偷同你講不，其實我親講是椰的。椰的米是鬼蟲嗎？我親講嗰種椰的米是鬼蟲的，不過吃椰嘅我真是唔會感覺講我係食嗰種鬼蟲的椰。我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口味哦，真是鬼好吃。嗰種也可以搭配人嘅麥片同果醬之外，還有自家特別的料理方式可以搭配人嘅麥片也好，果醬也好的嗎？或者是果醬的話，它也可以搭鹹食，比如說鹹豬肉啊，或者是豬排啊，就是讓它口感不會那麼膩，然後多一些香氣。比如說像中式菜，我們都會有沉香排骨，那一個其實也是就是水果醬汁搭配肉類，所以反過來我們在家裡面如果想要輕鬆的料理，或者是讓平常的菜色多一點變化的話，其實我們可以把果醬入菜。銀行也會分享同講，今年有研究某個特別的吃法嗎？還有一款就是紅酒商社，他們就會跟我講說，人文剛講哦，加進去那個黑麥汁裡頭，米系特別好。來做涼的，安尼是涼的是，或者是也有客人是說他的就是我有做一款森林莓果綜合莓果，
就是夹起司片，然后夹汉堡肉，就是当汉堡吃啊，味道也不错。哇，感觉到遐个各种啊，真是帮我大开眼界。嘛个料理的方式，含个条面都可以试看下心里，就不说大家自己可以接受，可以尽量提到较好吃看下心，有某样的食法。啊，讲到这呢，调到戏团吼前面的时节啦，有同阿文分享过，遐个各种有一款个金组的去参加比赛，啊比赛是哪一种的比赛啊？就是国际性的比赛，它就是在英国举办，然后就是它的特别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用柑橘下去制作，就是你的成分要有柑橘。然后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能力看到哪里，所以我们就是有推几款果酱，然后出去送比赛。其中就是这个金枣梅香金枣果酱就有得到就是不错的成绩。故说遐个梅金做个各种在香港可以吃惯的星期，品质有好多奈梅嘿啊！你送出去比赛，去国外比赛赢过啊，得奖的你像可以奖状吗？还有奖状，这个小的这个的话是英国的铜牌、另外的话就是柑橘果酱比赛在日本亚洲国家日本那边也有举办，就是类似分场，然后它比较多就是亚洲的国家去做。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就也是种很多柑橘类的水果的大国家，所以其实我这款果酱能够在日本得到金赏，我是也很开心。对，哎呀，那你真的有去到公园去比赛吗？因为疫情的关系，男人没办法飞出去，就只好果酱代替我们飞出去。那个时候就是归金中，很怕就是到英国或日本海关就直接拦下来，就没办法进去。还好在就是截止日期的前1-2天能够抵达比赛的会场。安尼我得奖吼，唔但讲我们的品质也要改好，更加还要加上伊咧讲，因为运气好唔好？对，运气好哦，真的运气好。因为如果运气不好，就打回来的话，你就是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报名费那些费用全部都缴出去了。对啊，所以就是觉得哎，谢谢上天保佑。哎呀，顺利的可以去参加比赛啊！有一多年一多的个果酱来参加个比赛，唔知吗？如果是英国果酱的话，英国参赛的今年的话，大概有3000多瓶，就是来自于比如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澳洲等等，就是各个世界国家下去。如果是日本的话，大概是有2000多罐下去做比赛。哇，真是冇简单诶！全国关的果酱吼，出来比赛还可以拿到那个奖，哇，真是冇简单。佢说，参加100次后，你们还会想要参加吗？阿一本来就想要参加，因为想要把更多台湾的水果的美味，就是推出去给就是国外的人知道。就是台湾虽然小，可是它孕育出来的风土的水果味道非常的迷人。对，真是俺哋台湾唔但像水果厉害，俺哋水果的加工也一定係厉害，像人家做一個果醬都係。不過阿文，這個果醬啊，品質安好，做安用心。除了靠人家人講口耳相傳做口碑之外，你這個還有乜個特別的行銷的方式嗎？我們現在就是有跟就是比如說早午餐店去做合作，他們早午餐店就是忙於製作餐點，可能他們的就是比如說用到的果醬可能沒辦法自己做，我們就是提供他們營業用的果醬，或者是麵包店的寄賣那些，這樣子的話，跟他們這些通路合作，變成我1個月固定類似固定的收入啦。固定，然後再加上週末的時候假日去跑市集，對，其實出去跑市集的話，也可以遇到很多，就是比如說通路上，他們也會去市集上面去看，去試試看不同的果醬啊，或者是不同的烘焙業者啊去做合作。這個司機啊，這個1年對，全部拍照啊、行銷啊、包裝都是自己一個人，就是希望能夠在自己一個人的能力範圍之內，把它做到最好，這樣子。阿文，你有個司機的經驗嗎？除了迄度宜蘭安陽的地方之外，還有哪一條係這個特別的經驗嗎？比較特別就是參加北部的，就是市集，對比較推就是比如說是好好市集，然後它這個市集的話，它的美感非常的棒。所以除了你去展售自己的商品、賣自己的果醬之外，你也可以看看去別人的陳列，
然后增添自己的美感。对，我觉得这种美感、生活美感，或者是商品的美感，都是要经过不断的去看新的东西，来诱发自己的新的灵感，这样子。你们生年人会肯定你去做市集，帮你们招呼银行哦，如果是小朋友的，我们会看市集的性质。如果是小朋友市集，或者是比较就是比较密闭式的空间，就比如说一个公园的话，我们就会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可是如果说像是比较开放的场所，会犯了，我就不会让他们来，因为怕会有安全上的问题。我可能卖果酱，我还要顾虑到小朋友，我会比较担心，所以就是请他们在家好好休息，对，妈妈出来卖果酱就好。我今日也希望讲，尤其个机会，都可以听到人去做，今日也最欢喜啊！除了又可以听书到妈妈嗰好啊，係咪？係啊，安尼除了自家嘅品质好，加上故事本人一种quite温暖的感觉之外呢，韩国啊，那个品牌底部还有一个 slogan 係咪？对，就是陪伴你的日常，成为你的餐桌风景。哇，佢讲佢有温度的一句话呢，呀，句话係蠻同講嘅呀。这句话的 slogan 是我自己想的，因为希望就是其实家是一切的根本，然后餐桌的话就是占据家最中心的地方。希望就是客人买果酱回去之后，可以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就是围绕在餐桌上面，然后一起好好享用自己的美食，自己的手工制作的那个菜肴等等。不管係做店、同住，也係按步條，甚至講係唔係睇木下嘅做下嘅也好啦，餐桌上也好，都可以搬一個人哋愛情嘅果醬，變做係陪伴人哋日常生活安尼，嗰有溫度。希望講有個果醬帶俾大家，就安尼有一個溫度和一個陪伴嘅力量，係嘛？就是希望說可以借着自己動手做，因為我有收到蠻多的回饋是。買了果醬之後，小朋友跟開寧莎爸爸媽媽去用鬆餅粉做成鬆餅，然後就是早上早午餐就在家裡面享受自己親手做的早午餐，然後時不時都還會有小朋友就是說，上次回去就跟媽媽就是有做什麼什麼的口味，比如說水果茶或者是鬆餅或者是優格，他們享受自己動手做的樂趣之外，然後也得到很大的成就感，這樣子。就是家頓阿文做一個果醬，本自家愛心要帶俾其他人哦，自家要增加這個路卡親子之間啊，家庭之間的感情呢，也真是鬼好哦。再一次感謝阿文今日帶來很精彩的故事，同人家暗號是特別的果醬哦，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的，就是聽我分享這些故事，希望大家有幸來了。好喎，多謝大家安尼坐得有個為什麼呢？更加停頓線上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